主后2025年7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上主伫我心中做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8章第19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8章。撒母耳已经老，就设立伊2个囝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大囝约尼甲第2囝阿比亚拢伫别是巴做士师。毋过，因无学因老爸的模样，因贪不义之财，受贿赂，无照公道裁决。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组织来拉玛见撒母耳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年老，你2个囝无学你的模样，所以着设立一个王，甲阮治理，亲像别个国家共款。撒母耳对因要求一个王的事无欢喜，伊就对上主祈祷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，因毋是去杀你，是去杀我，因无爱我做因的王。对我带因出来吉到今仔日，因所做的拢是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现在因嘛安尼伫对待你。答因的要求，你着接受，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，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。撒母耳将上主的话拢甲遐个对伊要求一个王的人民讲：将来恁的王会安尼管辖恁，伊会调恁的囝去做兵，有的做战车兵，有的做马兵，因走做前做王的先锋。伊会派人做官长，有的管1000，有的管50，嘛会派人甲伊做园，修成5国，做军器甲战车的装备。伊会调恁的查某囝甲伊制作香油、煮食、烘饼。伊会甲恁上好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摕去互伊的人神。恁的五谷甲葡萄，伊会煮1/10互伊的官员甲人神。伊会掠恁的奴仆、女婢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女仔，甲伊做工。恁的羊群，伊要煮10%，恁嘛会做伊的奴隶。迄时，恁会因为所敬的王哀叫，毋过上主毋插恁。毋过人民毋听撒母耳的话，反倒因讲：你讲的阮无赞成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阮。安尼，阮才会亲像别国有家己的王，甲阮治理，带阮去交战。撒母耳听到人民的话了后，就讲互上主听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你着听因的要求，甲因设立一个王。撒母耳就甲以色列人讲：恁通倒去，互上主伫我心中做王。对政治现状的不满甲焦虑，互人期待一个强搁可靠的王者来带领改革，创造环境。人伫心中描画美丽的蓝图，好亲像这个王若一出现，就当解决眼前的各种疑难杂症，互混乱失序的状态恢复秩序。总是拄因为有安尼的渴望，也互真侪手中握有实权的人有处有求，任意玩弄政治，智到滥权、扩权，干那想要为家己图谋搁较侪的利益。长久以来，
以色列的行动，拢是上帝透过代言人发号施令。一旦代言人错失信息，也是未善尽职责，往往造成多的连锁反应，致使上帝的听法临到，互人措手不及。当败坏诚多日常，连撒母耳的2个囝儿也离经叛道，诚多众人眼中干那会晓收受贿赂、无照公道审理案件的事实，互人反感。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去找撒母耳，提出立王治理的请求。你经年老，你2个囝无学你的模样，所以就设立一个王甲阮治理，亲像别个国家共款。这个长老认为，瓦克迄位通看见、通掌握动态的王，会比瓦克迄位看袂见、触摸不定的上帝来得实际。而且，这位上帝也无拄拄每一遍拢会伫战场带领因战胜受敌。对因来讲，想要摸透上帝的心意，袂输是伫海底得蒙尖。长老的心声若像有理，但是伫上帝的仆人耳仔内听来，就是真袂介意听的话。撒母耳感觉受气嫌，所以甲上帝投。上帝安慰撒母耳，爱伊顺人民的意愿，但是必须互人民知影，有王治理了后所面对的各种问题。日子无搁再亲像过去遐自由，毋但会有真侪要求和限制，修行也必须缴纳互王库。尽管安尼，人民最后还是强烈提出立王的要求。伫这段经文中，上帝对撒母耳提出一个关键问题：因毋是去杀你，是去杀我。因无爱我做因的王。以色列人为甚物想要立王来治理？若无互上帝伫心中做王掌权，不管是谁来领导统治，结局就是惊灭亡。人的心若一味着家己，将必生出败坏。对以色列王国的历史，就通看见这个事实。2024年，台湾的立法院因为在野政党联合提出扩权法案，人民遂发起清领运动抗议。经过替大法官释宪，宣判该法案失效。总是南北在野立委2025年，搁针对政府总预算提出删减和冻结，删除金额2076亿元，冻结金额1607亿元，创历年新高。此举引发人民受气，各地公民发起大罢免运动。拥有权力的人应该存着敬天疼人的心，善用被赋予的权柄，制定符合国家甲全民福祉的政策。若假使简单为着图谋个人，也是一党的权位甲政治利益，罔顾人民的心声，最后一定受人民屁烂气杀。默想，人若互上主伫心中做王掌权，应该会展现出倒一寡生命的特质。人若互上主伫心中做王掌权，应该会展现出倒一寡生命特质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你是拯救我性命的主，是坐伫我性命宝座顶的尊贵君王。我愿意将我的性命全然交托予你，为你所用。
互我所思所行所讲，拢会当荣耀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